HKMA ViuTV 及 Now TV傑出市場策劃獎慶祝40週年。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市場策劃獎，表揚近1000項市場推廣計劃同策劃人，確立業界指標，持續創新。去年最後10強獲頒發 Now TV 金獎、銀獎、銅獎同卓越獎。去年仲增設傑出市場策劃機構獎，表揚機構積極培育市場策劃人才，同時推出多項具影響力嘅市場計劃。獎項匯聚行業領袖，推動業界發展。立即參加2025年 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，卓越營銷，璀璨40。